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1月15號，我係 Anna。好感恩大公子相識咗20幾年嘅朋友，請我哋去荃灣食中式 fusion 菜晚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荃灣港鐵站行10零分鐘就到達咗全新天地，喺呢條扶手電梯嘅入口。我哋係預訂咗位嘅，大約7點半鐘左右入座。餐廳都幾大間，光猛整潔。沿途呢有一個製造點心嘅吧，門口有個大酒櫃。餐廳今晚好爆，坐滿晒人。餐廳都係用粗橡瓦嚟做裝飾嘅，有一幅呢係寫住自家人。茶就9蚊一位嘅，用店鋪個 Apps 做會員就有9折。好耐冇見啦，朋友好有心請我哋食晚飯，傾下大家嘅近況。好多謝佢喺工作上同埋生活上嘅提點。呢個椒鹽大鮑魚呢，基本上鮑魚咁大隻呢，好少用椒鹽嘅，試下先。主要呢都係經過工作、健康方面同生活嘅點滴。炸得都好香脆，椒鹽嘅份量都好適中。咁大隻鮑魚呢都好鮮甜。大公子同佢朋友嗰隻就腍啲，我隻有少少韌。潮興食乳鴿，呢個滷水炸乳鴿呢，外皮炸得好香脆，滷水汁呢都好入味，肉質呢都好嫩滑，都非常之惹味好食。朋友推介呢個桂花黑醋海鱸魚呢，炸得非常之香脆，肉質又好嫩滑，新鮮好食。呢個酒醉酒地文昌雞呢，肉質就唔係太嫩滑嘅，但係雞味呢同埋酒香都幾濃。我本身呢好中意食咕嚕肉嘅，呢個冰鎮咕嚕肉呢就新鮮啲，有菠蘿，酸酸甜甜咁，又脆口 juicy， 好食。言談甚歡，多謝晒朋友請食飯，4個人就食咗719蚊，菜式都 fusion 新穎好食，點心都好出名嘅，中午仲有半價。分享係咁多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